娛樂大內密探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林峰。電視劇版嘅《尋秦記》係你首部古裝劇啊？係啊。近25年之後就做電影版啦。終於可以同觀眾見面，覺得最大感觸係咩咧？哇！首先呢件事應該係先例嚟㗎，即係一個電視劇播完之後隔25年，跟住再搬上大銀幕，跟住成班演員去再參演，係呢個都幾壯舉其實。咁全靠老闆啦去達成呢件事，因為好唔容易㗎呢個。12年嘅時候第一次聽到呢件事係我同阿專姐同埋老闆食緊飯嘅時候，佢突然間同我講我第一版演出，我聽到有個咁嘅諗法。跟住都幾爆嘅，聽到個故事大綱。咁當然而家唔係呢個版本，因為聽過好多個版本，中間改動啊成。咁第一次聽到已經好期待，咁一路期待到拍完之後都仲係期待緊咯。因為中間我哋有3年疫情啦，咁所以當然有嗰個上映時間。咁跟住就去到係啦，25年年尾除夕，終於可以同大家見面。係啦，我相信我哋個期待值同觀眾我搞掂，信我。今日點都要走。就算天涯海角，嗰日都會追。因為由電視版到電影版都超過20年啦，你自己點樣重拾翻呢個角色嘅狀態咧？即係當你收劇本之後啦，我哋一直都係呢個角色，咁唔係講笑。因為嗰陣時太深刻啦，因為我第一個古裝啊嘛，咁嗰陣時係做好多功課，同埋同好多前輩去請教，包括我老闆，係因為我同佢戲多，咁所以佢喺現場都好多嘢喺度教。嗰陣時真係由零開始學。係好多係包括聲演啊，包括眼神啊，所有嘅肢體語言，所有全部都係重新學過。所以而且你仲係一人分飾兩個，唔係兩個，係前中後期再加飾演即係扮自己嗰個。其實係整體嚟講，我自己將佢分4個，係啦，要好清晰咯。咁好慶幸地，我真係好中意睇歷史。我由細到大都真係好中意睇呢啲歷史嘅。咁可能呢個開幫到我。咁今次電影版呢個角色啦，你自己點樣去理解咧？好似同嗰個當年演過嘅嗰個角色其實係一齊成長，因為真係過咗10幾20年咁入面講嘅故仔又係過咗10幾年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你出到嚟其實已經對角色嗰個理解同埋嗰份信心，形體上面啊各方面其實會更加貼合咯。記咗出嚟已經觀眾睇到呢個角色成長之後嗰個轉變。如果要你向未睇過呢出電影嘅觀眾去推薦1、2個你覺得好印象深刻嘅場口或者係情景，你會介紹邊2個咧？成個會，唔係咁啦，咁講啦，因為我想睇。我當時我有覺得可能觀眾睇電影之前最好睇一睇個劇版，會知道前文後理。咁但係我今次我睇完呢個成個電影，我覺得又唔係一定。係，因為佢入邊成個其實佢都有交代得好清楚，將好多之前嘅關係其實都有用好簡潔嘅方式，有俾大家大概了解咗。咁反而我聽老闆佢話有啲朋友我哋未睇過劇版，但係睇完電影佢話佢想睇翻劇版，係因為想了解得更深入咯。咁總之我覺得都係一部好完整嘅一個電影。所以對於一啲未睇過劇版嘅呢個係冇觀影門檻嘅。如果睇咗會更加有嗰個情感咯。